淨係要咗我條褲，又係好 hurt 嚇。今日好多朋友嚟係因為今日嘅題目係叫做兒童不宜，係咪啊？拍手掌有邊啲人係咁嚟？對唔住，我會令你哋失望，因為今日呢個 show 真係叫做兒童不宜嘅原因，主要因為佢係一個非常學術性嘅 show。咁其實我會同大家討論嘅主題係唔適合兒童嘅，因為係呢個量子嘅力學。講笑啫嚇，係講生物學。今日我會介紹大家認識一條非常危險嘅鏈，呢條鏈叫做食物鏈，喺周生係買唔到啊。OK， 麥當勞有得賣嗱，我諗其實大家都知道咩叫食物鏈㗎啦嚇。我哋呢個地球就係一條食物鏈，所有嘅生物都喺呢條鏈嘅裏面，鏈嘅下層就俾鏈嘅上層食，一層一層咁樣鏈上去嘅啊，食物鏈。咁但係乜嘢食乜嘢咧？係非常複雜。好彩我哋有生物學嘅權威竇秀琪。拍手掌呢啲人係有識之士嚇，你唔知竇秀琪係乜，你係冇知識。竇秀琪係差啲攞咗1982年嘅諾貝爾獎嘅，不過當年好可惜係輸咗俾飛行棋嘅。大家知道 OK？ 竇秀琪話俾我哋聽，食物鏈係點樣安排㗎？食物鏈嘅最低層就係老鼠 ，OK？ 老鼠之下係冇第二啲動物㗎。你見到咩小強啊啲嗰啲唔係動物，嗰啲係植物 ，OK？ 老鼠係俾貓食 ，OK？ 然後咧狗又食貓 ，OK？ 所以我哋贊成大家係貓狗一齊養嘅。即係你邊日唔記得買狗糧，唔緊要啊，有隻貓貓啊。OK， 跟住豹係食狗，老虎係食豹，而獅子係食老虎，最後大笨象就食獅子。係冇錯，大笨象係食獅子嘅嚇，你唔知啊？你而家明白大笨象嗰兩隻牙係要嚟做咩啊？叉住獅子啦，barbecue啊！象鼻要嚟做咩？搽蜜糖啊 ！OK， 嗱咁大家知道。動物界嘅食物鏈係點樣？跟住落嚟，我哋講下人類又有人類嘅食物鏈㗎嘛？人類嘅食物鏈咧係簡單好多啦，只係分為3層嘅啫。最底層係無產，中層係中產，頂層冚家產，係絕無不敬嘅成分。因為呢啲頂層嘅人物真係佢全家。唔係田產房產就係地產，真係名副其實，冚家都係產。所以有時我哋叫冚家產做咩嘢？冚家富貴啊！唔係我發明啊，佢哋真係非常富貴，因為大家知道啊。根據一個統計，各位，全世界最有錢嗰3個人嘅財富加起嚟，係等於全世界最窮嗰48個國家加起嚟。犀利啊！即係佢哋每人係擁有16個國家嘅，你食係分身家，佢哋食分國家。你聽過富可敵國？佢哋唔係，佢哋係富可敵國，係咪啊？呢啲咪叫識英文啊？咁當然啦。好心嗰啲咧，我哋死嘅時候將個國家捐咗出嚟俾啲慈善機構，譬如佢可以將埃塞俄比亞捐咗俾宣明會。咁宣明會應該點做咧？我原本係捐開錢俾埃塞俄比亞，而家我擁有埃塞俄比亞，我捐錢俾你，即係等於捐錢俾自己，好複雜嘅問題。所以大家明白點解啲有錢佬一分身家咧，啲家人會發癲嘅，好多時候係嘛？宣明會都發癲，但係好彩。有錢人並唔係好多嘅啫，究竟有幾多咧？大家知唔知道？意大利有個經濟學家叫做帕雷托 （Pareto）。Pareto 發現咗一個嘅社會嘅現象，就係話好多時喺個社會裏面，譬如我哋呢個場館係一個社會 ，OK， 有80%嘅財富係集中喺其中20% 嘅人嘅手上，即係全場咁多人嘅財富，主要其實係喺呢一格嘅人嘅手上。其實我係唔使理佢哋嘅，各位老細，我淨係同你哋傾已經得㗎。
咁而再有一個研究顯示咧，呢20%嘅人裏面，佢哋其中1半人嘅財富就係集中喺其中佢哋5%嘅人裏面，即係20%嘅5%就即係全場嘅1%。全個社會大部分嘅財富好多時係集中喺1%嘅人嘅手中，咁即係證明咗大部分嘅社會都係一個為人民服務嘅社會，主要就係為呢1%嘅人民服務。OK， 而我哋大部分嘅人都係偉人，甚至比偉人更加偉大，因為偉人係一個人服務好多人，而我哋好多時係好多人服務好少人。你諗下邊個偉大啲？最緊要係邊個得到嘅服務質素好啲？你入去一間按摩院，一個攆100個，有乜人？而家你入嚟呢一間，你唔係起雙飛，你唔係起4飛，你起100飛，每3個技師只能夠分配到你1隻手指尾，爽啊！我個朋友阿明就係明白呢個做人就係為咗服務1% 嘅道理，佢唔單止要服務呢1%，佢直情要喺呢1%裏面揀1個人出嚟為佢服務。佢要為阿成哥服務，李嘉誠先生，我老友阿明為咗服務阿成哥，特登搬去黃埔住。大家知道黃埔係阿成哥嘅，佢好感激阿成哥，佢覺得成哥好關照佢，因為齋口黃埔供樓已經夠佢玩一世啦。佢話：佢而家仲係供緊最平嗰啲啫噃。即係如果佢要供最貴嗰啲咧，佢話淨夠佢玩輪迴幾世添。閻羅王問你點解要俾你投胎啊？我等樓未供完啊！佢要買嘢，佢去百佳，阿成哥嘅，OK？佢特別欣賞百佳呢個名，佢認為阿成哥改名改得好好。即係咁大間鋪頭，成千上萬嘅貨物，得100樣嘢係佳。呢啲咪叫謙虛咯。佢要用電話，和記電訊，阿成哥嘅，係咪？佢特別欣賞咧，就係因為你喺黃埔住最大好處係咩？你好容易知道邊啲係自己有。即係如果你唔係阿成哥嘅人，你嘅電話係收唔清啊，得換㗎，係咪？對阿明嚟講，佢話香港其實就係李嘉誠，係李家嘅城，City of the Lee Family。佢嘅口頭禪就係仲差1個字，仲差1個字，差一個咩字？香港特別行政區 HKSAR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。咁樣幾好今日。但係大家想象下呢個 HKSAR， 如果個 H 可以變咗做 L， 就會變成係乜嘢？LKS Lee Ka-shing Administrative Region。但係唔係人人識得好似阿明啊，咁要服務有錢佬嘅，有啲人會批評有錢佬，但係大家知道，基本上所有批評有錢人嘅人，背後只係得一個原因，就係佢唔係有錢人。我以前個老細人同我以前老細阿生哥，佢嘅目標都係要做李嘉誠。OK， 阿生哥個機構都幾大嗰陣時，都有連埋我在內啊，差唔多成300個員工。佢好中意咧，耐唔中咧就同我哋開次員工大會嘅，即係好似大家坐晒喺度，然後就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在座有邊位認為自己做得好嘅？請你舉手。通常我哋就好似你哋咁樣好靜嘅，冇人舉手。咁阿生哥係咪覺得我哋會有人會舉手咧？我話生哥都知道冇人會舉手。咁點解阿生哥叫人舉手？佢想我哋覺得慚愧。幾百人有邊個覺得自己做得好㗎？舉一舉手，一個人都冇。我問你哋慚唔慚愧？即係老闆真係好天真嘅人嚇，即係佢唔明白我哋啲員工呢啲人外表就似一個成年人，其實係同一個冇做功課嘅小學生嘅心態一模一樣。每日最希望嘅就係聽日打風，係咪？一個每日嘅理想都係打風嘅人，係點會覺得慚愧呢？而事實上又有乜嘢係快樂得過你明知道聽日要返工，而你聽到天文台講現時3號風球現正懸掛，颱風馮馮正在逐步逼近本港，稍後可能會懸掛8號風球，
你即刻會變咗做一個馬迷，係咪？8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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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凌晨2點鐘，颱風鳳鳳正式成為8號。你第一時間就打電話俾你老友阿堅、阿強同埋阿祥。你啱啱攞佢嘅電話啫，門鐘就響起，你一開門就係阿堅、阿強同埋阿祥。開台，快樂，無比嘅快樂，係咪？凌晨6點鐘，所有風頭除下。就係嗰日，阿森哥問你慚唔慚愧？你覺得真係好鬼慚愧。阿鳳鳳你應該覺得好慚愧啦。人哋又打風，你又打風，你打過幾粒鐘？我打邊爐都打得耐過你。你有邊個風球覺得自己打得好嘅？舉一舉手。各位，老闆係真係非常天真。我又試過有一次，阿森哥親自召我入佢辦公室，然後問我一條問題，我唔識答。你試下點答？一條咁嘅問題，你老闆問你，你點答？佢話：阿子華，你可唔可以解釋俾我聽，點解你可以做得咁差嘅？你點答？你可唔可以好直接、好老實咁答啊？哦，小意思啫，森哥。其實我係可以做得差好多嘅。不過呢排有啲壓力，即係如果毫無壓力咧，喺差呢一方面，我喺公司係揾唔到對手。老闆幾時係最可愛啊？發脾氣嘅時候，係咪？老闆會同你講啊，我唔理，呢個世界冇話唔可能，你同我死都死斷佢。有冇同你講過？好幽默，我覺得冇得頂。阿森哥你唔理，咁你唔理，你估我理唔理？你又唔理，我又唔理啫。阿森哥幽默幽默。呢個世界冇話唔可能。嗱，呢句説話我係贊同嘅，各位。呢個世界冇嘢係唔可能，不過喺呢一個薪酬咧就幾唔可能。Nothing is impossible。哦，你同我死都死跌佢。哇，森哥，為份工去死，咁浪漫，我返工夠過㗎。各位，有冇人可以為份工去死㗎？係有啊。我哋中國素來都有呢個傳統，我哋歷朝歷代好多人可以為份工去死嘅。其中最出名有一個就係孔明先生 Mr. 明空啊 ，Mr. 明空喺呢個候出師表度用咗8個字嚟到總括一個最佳員工嘅服務態度，係乜嘢？高高進取，死而後已。你過去呢10年有冇試過同你老闆講過呢句説話？過去100年有冇人講過呢句説話？有。現代人仲有咁嘅人，係19唔知幾多年嘅一個早上，一個年青人去見一份工。當時佢就同佢見工嗰個人講：阿金生，我為咗呢份工，我係可以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嘅。不過當時我係用英文講，大家都知道啊，真心説話用外語講真心好多嘛。Mr. Gum，I am going to try so hard. I die。唔係，死而後已嘅翻譯 ，I die afterwards。鞠躬盡瘁好難翻譯，但唔緊要，我識鞠躬就得啦。I die afterwards 咁得 ，I die afterwards 嗱係真人真事，因為呢位金生就係金國亮先生，真事嚟㗎嚇。咁當時我同金生講，我可以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金生點樣答覆我咧？金生就話啦：我哋喺呢個階段，大家唔需要承諾太多嘢啊。我當時心諗，如果每個女仔好似佢咁冷靜，我呢世都冇運行。阿 Mary， 我真係好愛你嘅咧，我永遠都愛你，我永遠都愛你。喺呢個階段，大家唔需要承諾太多啊。喂，即係你啲人督爆唔緊要，你唔好督爆得咁斯文啊嘛！即係人哋明明係出千，你同佢講等錢使，點解唔試下申請綜援咧？咁結果點啊？各位，結果阿金生係請咗我嘅，譬如係大咧咁所以到今時今日，我都非常感激阿金生，特別係因為
我係冇做到嗰份工。大家明白啦，嗰朝我見嗰份工係第一份去見嘅工，我梗係可以鞠下躬盡下水啦。晏晝我仲要對多4個人鞠躬盡水，我真係份鞠躬盡水就得啫，死而後已俾你睇啊！真係喂，我哋出嚟打工係咁噶啦，係咪？講乜都得㗎，歡場無真心呢啲嘢係咪先？係嘛？所以好多老闆好多時會投訴啲員工都唔攞個心出嚟，激死人！啊，員工又會投訴啲老闆都唔攞嚿金出嚟，使死人，係咪？究竟一個打工仔出嚟打工，係咪真係淨係為咗錢嘅咧？各位，大家認為係點？係為咗錢嘅。我中意呢啲啊，負氣答白係。有冇咁戇居嘅問題啊？阿媽係咪女人啊？係。OK， 係。我再問過一個，應該咁講，即係打工仔係點睇自己應該獲得幾多薪酬嘅咧？越多越好。嗱，我覺得越多越好都簡單咗。嗱，大家諗下啦。阿生哥就問大家咯噃，在座有邊位認為自己做得好嘅？請你舉一舉手。係冇人舉手。如果係生哥轉一轉個問題係話，在座有邊個認為自己應該加人工嘅？舉一舉手。300個人，老闆隻手。做得好冇人舉手，加人工多個舉手。係啊，我知道我係做得唔係好好啊，但係我更加知道我應該加人工。即係話喺一個員工嘅心目中，工資同表現係應該脫鈎嘅，係咪？冇表現照出糧，有表現出4糧至8糧，越多越好。咁公司會執笠唔緊要，攞賠償。點解會咁啊？各位老闆，你哋明唔明？點解你要出糧俾我？唔係因為我為公司做咗啲乜嘢，而係因為我為咗呢份工，我冇為自己做咗啲乜嘢。你明唔明？唔係因為公司得到啲乜嘢，而係因為我喪失咗啲乜嘢。所以嚴格上嚟講，你每個月底俾我嗰份唔係糧，係賠償。有乜嘢分別？分別就係你出糧俾我，我要多謝你；你會賠償俾我，你要加多聲對唔住。係啊，陳仔真係對你唔住啦！你又冇咗1個月嘅青春啊！你睇世界盃又睇得唔安樂，翻嚟公司仲要眼瞓。哎呀，真係搞親你啊！真係。諗下你仲陰功，你喺公司做咗一世，咁啊斷送咗一生。但係你唔緊要啊嚇，公司所謂冤有頭債有主，好公道嘅。公司知道你咁樣開咗會，公司決定咗你退休嗰日，公司執笠。咁啊理想啦，係嘛？大家認為？